婦女動力基金 HER Fund 喺2004年成立，係香港唯一為邊緣女性人權工作撥款及培訓能力嘅民間慈善基金。喺香港，有150萬名女性因為性別、種族、移民身份、工作收入、性取向、婚姻等等嘅狀況而被社會邊緣化，甚至連基本嘅人權都被剝削。我哋相信邊緣嘅女性係有力量去發聲，改變社會，追求更好、更平等嘅生活。我哋嘅撥款支持佢哋嘅人權工作，希望達到4大嘅目標：消除歧視、暴力、貧窮同埋促進公民社會嘅參與。同時，我哋致力增強佢哋嘅領導能力同埋管理技巧，包括組織管理及發展、活動策劃和推廣等知識，令佢哋嘅工作更有效率同埋成效，發出更大嘅聲音同力量，去幫助社區裏邊有需要嘅女性。HER Fund過去通過撥款支持超過120個項目、60個夥伴團體，有3萬名女性直接受惠，並一直支持各個女性群體大大小小嘅改變。我哋希望每一位女性都可以活出真我，活出自主。就讓我哋攜手一起推動性別平權，建設一個尊重多元嘅共融社會。